这个月初7，为波兰包飞行机返来台湾的116个台湾人，经过14天的隔离检疫，全部拢是阴性，无遇到病毒。今仔日解除隔离出关，因为这个包机有111位拢是学生，拢是要返来参加国家的考试，所以检疫所特别来准备向前考试包考会掉的肉粽的香肠啊，送互因。 公安大包小包重点行李搬上游览车，为波兰包机返来台湾116个台湾人总算会使返去啊！因为6月初7，这头一台波兰的包机返来台湾，这嘛是头一摆有波兰飞行机直飞台湾。经过14天的隔离检疫，采检的结果拢总是阴性，会使返去啊。有4位大概有点症状，不过这个做了这个采检以后都是阴性。那来在这边14天，大家的状况都还好。 等下台湾隔离116个人内面，有111个人是伫波兰读医学院学生，部分要参加后个月举办的国家考试。因为5日年假要到啊，检疫所嘛准备新来治病，甲代表一定会调的香火茶啊要送因。因为端午节快到了嘛，我们取个谐音，所以我们就昨天这个欢送晚会就送他们的这个粽子啊，预祝他们包粽。 感谢防疫人员的辛苦，这等下台湾隔离的人嘛，特别写卡片，像感谢因，尽可能满足生活需要，解决 WiFi 问题等等。好学生会使远距离上课，台湾因为恁日美好，虽然转去厝的路有较远，不过因总算会使过一个美好的5日节假期啊。